能聚与文。
要兵送，你告诉老太太了吗？姐姐，你不要问了，八爷真的要去。姐，八爷真的要去保姑娘了。虽在今夜成亲，新郎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上对吩咐不让你们知道。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？林姑娘怎么样了？崔妈妈来了。崔妈妈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与紫娟姑娘说几句话。崔妈妈，崔妈妈，老太太和二奶奶要欢你过去，那边要用你使唤你。崔妈妈，你先听吧。等人死了，我们四川是会才来听儿使唤的。这是林姑娘，她还有一颗气呢。姑娘，你这话倒是我说倒是是的，可我怎么去为兵上对你？你怎么去为兵上退身？二年去情还不了财，用兵趁地换起把名财，我自捐进这里，真听他的断肠只不空同当夜长欢悲，看灯姑娘断了情。该把我分身谁管，我也不准备。说是那
笑。姑娘，从今你失去孤雁笑，随空。只怕是寒日清明，梦中把我不娘家。乱世问世道。
为分不开，这怎能是银河水苦终有毒？牛郎织女情，的人为